呦，今日无论人健康的东西有变很多啊，有嘿，食材很好煮哦。哎呦，俺就好煮又好买呀，就吃货咩。哎，讲到吃货哩啊，本你啦，俺人家本来抢出来太多了，你都你是啦，加菜啊。好啦，俺是谁哦？啊，给哈，给不水做在前边，两天他唔记得嘞。不水都压底。对呀，你就两个给哦。要黑俺个扮演宝宝啊，扮演宝宝，钱从那两地归不水空都。让你抢人家钱。哎呦，应该就好了，会听说他扮演人家钱不用听那了吼。跟你的梦相关呐。正经啦吼。你呀一波个啊，你有当东当耶嘞，你个开 party 哦。哎呀，有吵到唔？冇啦，俺你想讲荧幕动好茶。冇啦，因为俺最近我参加个创国的比赛啦，有较上网就去练习啦。加油！啊，调下上去煮个枸杞红枣茶的时间，上来冇红枣咧，上去来老人偷几粒。哎，俺同讲啊，嘟嘟好，俺爱来煮哦，要辅助连筋汤。连筋汤啊，最好连筋嘞。你种出你留下来食一菜。哎呀，咁好。好啊，当然好啊，哎，甜食饭啦哈。真的呀，要辅助这个问题就去做茶。好，给你先抽一下哦，俺准备。好。你听我讲，你煮乜嘅啊？哦，俺爱煮啊呀，连筋木米鸡汤。连筋木米鸡汤。系啊。俺不搞煮嘅煮嘅木米，全部拿莲子用下煮嘞，都係甜嘅嘞。我一般是都鹹嘅哦。根本日哦，唔但請愛來做鹹味呀，連筋木米雞湯，還愛用翕手乾來做一片甜嘅木米湯，還個做好以後啊，就本日帶咗去。哎呦，暗吼。哎呦，佢當然啊，聽錯嘅啊。古時候一開始呀木米呀，係假使講係買設備，就得用水撈佢洗搶來，洗搶來以後就愛薄洗雷耶。薄洗雷耶，兩個做得老人聽數。來，不用了暗號。哎，我試咗樣用啊。繼續拜託你了。好，冇問題。好，然後佢就薄洗雷耶。唔過做得。係講係買枣誒，枣誒就愛浸水，可能愛浸2到3點鐘，愛浸下久嘅時間。故說你來處理木米，撒下來俺就來處理下連筋嘅部分。好啊。當然啊，佢都會買連筋啊，愛提倡太高。聽錯好，愛買那杯有奶嘅奶罐罐嚟嘅。奶罐罐做乜嘅？像按用啊，因為就像羅皮嚟共用。羅皮嚟咩？愛買那杯全部就係有奶嘅羅皮嚟。係，按你卡詞係個較不用久嘅多。故說好，基本嘢啊，那連筋啊，係講去買廠就會買到按用較強力嘅連筋，較強力嘅連筋吼，就唔是在講說啊，夾攞佢身體啦，係啊，夾攞佢身體就好誒。一下人就來處理下連筋嘅部分，先撈皮削啊。講到連筋哦，我清好吃連筋湯誒，真嘅啊，有涼拌嘅都清好吃啊，我咩當好食涼拌咧，韓國有連筋吼，削好切好吼，因為佢會溶化體，我夾攞佢不用到水底度，冇好佢凍夾就會溶化，就會謝就會糊體，唔好看上，故所愛拿一嚟換來。哦，好，不用落去，韓國不用水，我不用水洗啊。唔是，就不用到水底度本佢浸，然後加個澱粉質，浸體，咁樣就做得咧。不知道你平常時出去做早餐都冇含鹽哦，你平常時還會自家煮飯冇含有含嘅？有含只會煮咧。門口硬生產用板來。哎呀，係冇。好生咩？俺咪窮用啊，吃貨。哎，你木米哎8號了哦，還是不用2味哦。好。等俺一下哈，俺再過來處理一下連筋。連筋。嘿。按用這年唔過吼，按用洗好咩較方便啦吼。對啊，洗好咩較方便，冇記我其實我搓一下誒，冇按好搓，我用搓誒，按用緊搓動態哩。係啊。我切好咧。食材改唔會哦。冇呐，要按會煮菜，好煮好食，嘿，古時候也未不用順，好，不用強下，不用強下。嘿，韓國撒下來啊，還愛處理嘅係雞肉嘅部分，雞肉要慢處理。嘿，雞肉因為等下我用天煲嘅，用天煲嘅時間啦，可能啊插隻會下度嘅話，因為上嘅肉嘛，可能會有條泡啊咁嘅，古時候我會先用小水撈佢滷過一邊。先滷鍋子炒。嘿，先撈佢滷一下，等下煲嘅時就。血
血水出来。对，血水啊，猪肉全部咩係按呢？它不会按出稠。嘿，真嘅，全部就會攞佢淥過一邊用小水。嘿，唔咩有個飲水機咩？飲水機嗌個小水啊，嗌就直接攞佢淥嘅。嘿，淥啊就做得咧。哦，你還沒清風片呢？嘿，按樣就做得咧。哦，等死咧嚇。嘿，等下不用到天貓嘅地圖就好咧。今本日愛做嘅係蓮子木米雞湯，真係當簡單吼，有冇呀？嗱，雞肉啊，用小水淥啊，韓國東西啊，全部得到呀內鑊地度，按樣不用到天鑊嘅地度開關起碼去就好誒。係啊，已經搞定啊，用。係啊，真係當簡單，就像家下人呢，雞肉一下落去不用落去。不用落去，木米咩係？唔過木米愛攞嚟料掉嘅，冇全部不用落去。唔知做乜嘅冇？愛啲，我係要做甜嘅。誒，甜嘅係牙嘅，愛本嘅。軟飛嘅。係，故所也唔是全部不用，存一啲咧，甜嘅一邊應該差唔多安尼。好，接下來係啊枸杞。枸杞清甜煮湯。嘿，煮湯清好食，不用落去。韓國吼亞風做啊，我平常時會攞佢按樣煎一下。還會煎開哦，唔是煎得很麻煩。係啊，你我還想講拜託你同我煎一下。好啦，我按吞數。望你同我聽煎差唔多7粒好誒。7粒好。嘿，嘅翕手講我用嘅，因為煎過以後啊，亞風做嘅味道會下出來，因為翕手講冇正經煮。哦，用錯喎，用講你道理。韓國呀，蓮子我攞佢倒落去，好，蓮子攞佢倒落去，用到呀地度。哎呀，味道硬誒。嘿，有一些咧硬。幾粒嚟都冇酸，唔了。冇相干啦，差唔多就好誒。好，差唔多，按樣差唔多。好。今日我來做用翕手乾煮有嘅甜咩？甜湯。係啊，要用翕手乾煮個湯嘛？唔是咧。真嘅哦，今日同講人聽咗會學起來。韓國兒童節愛食按樣嘅茶木米風做枸杞茶，聽咗愛用呀翕手乾來做，因為非常簡單。係講有保溫效果較好嘅保溫乾咩做得拿來用。跟有上司啊用愛咩做得起家煮吼？係啊，你就做一起家煮啊。清烤誒。我先撈呀，不用落去啦，2杯水，你愛煲湯，故所愛煲下久到2杯水。好。韓國人必係湯，故所愛加水。加水哦。所有嘅食材全部浸到，倒落去。好。哎呦，撈所有嘅食材，撈基本嘅浸到。好，嘿，不用平來。韓國吼有啲人好食啦，肉我用黏味嘅，係講好食肉我用黏味嘅花樣嘅時間就愛來表揚。唔講吼有啲人啊，會下後全部煮好以後再個表。有時候看見人嘅相關嘅味道長來表。係有啲人好食嘅肉嘅清甜嘅味道，就做得下後愛起鍋嘅以後再個表揚。唔講我好食，係我好食肉有一些嘅鹹味嘅，有時候我會。先標，嘿，啊開關冚下去，韓國天貓嘅攞佢攪起來，按樣就好咧，等2-3點鐘就好咧哦。好，接下來就會來做甜湯咧。甜湯嚟，甜湯。甜湯吼，呀甜湯就做得用呀翕手乾來做，家下有講過嘅嘛。呀就撈咧木米，撈佢冰落去。好，木米，嘿，撈佢冰落去。拿好來。好。用翕手乾做料理其實真係當簡單。你要煮東西真係清方便。係啊，韓國啊，從呀翕手乾我當好用來翕粥。翕粥。係稀飯啊。哦。我大概就用呀翕手乾來做，因為用呀翕手乾好當一不要水母不用下去早晨就做得事咧。係啊，也係講早晨去上班的時間不用下去，當豬頭愛食飯的時間就做得食粥。好，接下來係紅粥。應該煎過嘅。嘿，愛前煎過嘅，搭佢粒落去，有煎過嘅搭落去。按樣等下煎嘛，佢就黏咪就當夾。哦。好，
按用过的以後啊，因為啊翕相關嘅翕相年，你就會加溫度愛多。哦。嗰時候就將安排上愛先必小嘅嗰種概念去用。那有充嘅是加比嘅時間。嘿，愛先必小一下錄一下，韓國有限嘅時間啦，呀必小嘅通做得做呀2邊左右，就是拿水先倒落去。好，燒一下，嘿，溫度又多又辣高嘅以後，再個按樣陣啊，有冇？韓國撈地杯嘅水倒出來，倒出來。好，再個來做第二邊，第二邊咩樣樣水倒落去。然之後咧？韓國愛加糖。啊，加糖，唔是太多，唔是太多。好，唔是太多。誒，減配減配。好，按樣就好。好，以後就做得用翕相乾，然後佢捲起來。按樣就好咧。按樣等2-3點鐘，等下就有甜糖色嚟來。送俾你。是冇嘢啊，佢冇。按樣你等下就做得色嚟啊。哦，有鹹味又有甜嘅。誒。哦。牛排很好吃哦，乖乖哦，阿全妹。哦，有這種清甜那種윤희嘅感覺。呀哈，第一種吧，呀這時間不用按那麼慢嘅搞誒。係啊，我哋講件事情。哈。又喺我轉事啦，我拿本第一種發表嘅啊。真係啊，解有冇拿本牙？當然會拿本牙啦，他是做沖本糖咧。哦，唱歌會巨星。會糖冇？掌聲鼓勵他。太太的擁抱，做的夢，一直就安永，一定要你等待，一定愛你盼望，總係愛。總係愛。